去到咧第45條 ，let 假設啦，V1 be the variance of the group of numbers A、B、C、D、E、F。嗱，V1就係咧 A、B、C、D、E、F 咧嘅一個方差，and V2 be the variance of the group of numbers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。而 V2咧就係咧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 呢一組數咧嘅方差。Where G is the mean of A、B、C、D、E and F。嗱，而 G 咧係 A、B、C、D、E、F 咧呢六個數平均數。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？嗱，以下咧俾咗4個答案我哋啦，邊個一定啱咧咁？嗱，先睇睇咧 original mean 就係原本咧一開始個平均數就係 G 啦。咁都係低咧 A、B、C、D、E、F 加埋佢除以6，所以啦 A、B、C、D、E、F 六個數加埋咧嘅總和係6乘 G。大家睇睇個 new mean 新嘅平均數，就係 A 至 G 7個數加埋除以7。嗱 A 至 F 咧係6G 啊嘛，咁所以6G 加 G over 7啦。咁同樣計到咧都係 G 嘅。又計翻 original variance 原本嘅方差 V1就係點咧？就係 G 減 A 10個平方啦，加 G 減 B 10個平方，加 G 減 C 10個平方，加 G 減 D 10個平方，加 G 減 E 10個嘅 square 啦，再加 G 減 F 10個平方。呢六個數加埋咧除以6啦，所以啦分子咧嗰六個數嘅總和咧係得6乘 V1。嗱，跟住睇睇咧新個 variance 新嗰個方差啦，就係 G 減 A 括2次方，加 G 減 B 括2次方，加 G 減 C 括平方，加 G 減 D 括2次方，加 G 減 E 括平方，加 G 減 F 括平方，再加 G 減 G 括2次方啦。七組數加埋除以7。嗱，留意啦 ，G 減 A 括平方咧，去到 G 減 F 括平方加埋佢啦，再加個0，嗱後邊嗰個0啦，係得7乘 V2嘅。好啦，比較翻呢兩式啦，6個 V1 係得7個 V2啦，答案係 C 啦。